国立历史博物馆伫2018年开始征收，按算伫今年12月底要重新试营运。今日特别先推出厝顶收证的影片，记录师傅征收古迹的情况。史博馆的屋顶是我目前所接触到的瓦片的零件里面最复杂的。 彩色的厝遐是国立历史博物馆的特点，清代样式，真侪遭受等等，搁爱考究。影片记录师傅安怎修好，嘛讲出因的辛苦。有做了要40档的师傅就讲，参与修好，嘛是咧修复人才。那幕后的工匠通常都被埋在背后看不到，所以那个在社会比较不注重工匠的这一个。 怎么讲？这个身份的时候，他就不太会能吸引年轻人来投入。黄英贵讲，这几档政府推动老厝古迹修复，全台湾的师傅老经验的可能才剩50-60个，甚至搁较少，年纪平均伫50岁左右。嘛因为培养一个师傅至少要10档，所以真学传承。即马文资局有开一寡相关培养的课程，虽然起步较晚，总是赢过，啥物拢无做。我们过去常讲重视公益，但是事实上我们只重视那个义啊，那个公都没有重视到啊。 那公益的伟大，其实它是透过人的力量而产生的那个艺术成就。文化部嘛表示，这几档少年线推动三合合作顶计划，这个史博馆用这支灯来处理厝遐片的影像记录，和外界透过零八者的修复师傅。馆长嘛表示，这个修理厝顶总共用了78000挂片的厝遐，馆底旧的6000挂片的厝遐，会加做文创商品再利用。嘛，年底重新开馆。记者陈文佳、桂林台北采访报道。